上海归到家乡要用一多嘅时间来准备呢。林孝贵同梁桂芳系旧年嘅大体同嘅仔面，在后重建嘅过程，伊能重新体明土地嘅意义。对台南头玻璃漂地种南洋植物木兰做意思，伊能同平日无爱嘅树爬一道拿来做天然嘅养殖，纯内泡还是得做堆皮，同农药废弃物变黄金。安尼做嘅10多年，路味道养出一条又一条又脏又天然嘅部位。去年代还本人现做苗栗县生态认证文创商品。李草到提今年6、7年代回到家乡苗栗公馆。林孝贵先睇苗栗種木蘭，每睇南頭5次嘅綠茶廠可以養殖開養養。接下來嘅報道來看啊，林孝貴同梁桂芳用嚟堅持用台灣在地植物，同一條樹爬一條養出一定天然嘅生物。徛定菜刀見到，也是要做乜嘅好料嘅。喺草坪日針對態度順行嚴進來，人們嘅生練嘅樹葉嘅，要拿來浸出水，基礎當好做嘢些，當到人生重要嘅天，就像一樣建造建面出來。其實我很喜歡剁蘭柴啊，我常常都跟阿貴姐分享說，我覺得剁蘭柴很安靜，就是這樣扣，一直剁，那你就覺得你就可以想事情，那其實是一個很沉靜的時間，因為它的頻率很像打木魚。唔單止切材料，梁桂芳不是行一股爭氣候嘅火，也貴太鑊嘅，咩要煮乜嘅湯，還要做植物染嘅顏料。佢講嘅阿貴子咩一模限，也講係學嘅幾十年嘅藍天，佢也堅持做老法來做藍染，對種藍草、大藍做天，用牛元素社會肥浸水、糖、米酒來做槍，做成用天然方式來發，冇用化學還原劑保險粉來逼實實。我們每天就是要這樣子攪。對因為我們最近要使用它，我們就早晚把那個菌給叫起來。所以起床了，幫我們工作。用木蘭做出來時，搖啊搖會天天的轉強勢。木蘭係透口植物，有透嘅香味，因為有冰糖和略有甜味。大概10年前，剛開始學做藍染，梁桂芳當好植物染的時有變化。做一幾年，佢知道藍染真正的係一項功夫。比如講，做出槍不用逼真，不用逼發家下，係講有批到乜嘅意思，按用老糾正來做係動態挑戰。以前會覺得看藍就覺得啊，這是藍色，就覺得好像沒什麼變化，然後會覺得比較想要做植物染，就覺得好像植物染顏色比較多，然後就開始做了植物染以後，再回頭看藍就發現到其實藍很漂亮，它的挑戰很大。因為像我們要怎麼去養它嘛？如果沒有發酵，它就白白的泡沫。這就是蘭花，對。所以特別阿婆來上藍色，就是這樣子用這個染的。客家人穿藍衫，因為耐洗嘛，耐髒。林孝貴本來係英文先生，佢同梁桂芳喺保利都係舊年嘅仔面，想做藍染，咩同舊年嘅重建有關係。這樣是台灣冇幾多嘅人種藍草。也想將台灣藍染銷給本國外朋友，故所對2006年起始去漂地種藍草。他是梨山的小孩，家裡頭是務農，那我是沒有做過農。然後我們開始想要做農，做農的時候，在2006年有一個機緣，在三峽辦了一場藍染的世界研討會。那因為我剛好去做翻譯。我去做翻譯的時候，那個國外的學者們對我們台灣的藍靛很有興趣，因為台灣的馬蘭可以染出比較深的藏青色。我覺得農夫很辛苦，然後爸爸其實不會希望我們從農，對，去農改場，然後就是學怎麼做農，然後就想着準備好，可能有一天會，可能家裡那塊地會需要我，然後因為在農改場上課就認識了阿貴姐，那。反正就要做農嘛，要找一個標的物，然後就想說，他覺得他要種藍草，想說，好啊，那就可以一起嘛。梁桂芳為做農事，本來喺邊度轉離山，天天的做定來。兩山隔天要做藍染過後，點到林孝貴湊佢去苗栗公館，也特別係林孝貴家鄉。我想從我媽媽走來他的家鄉，因為媽媽在台北。就一個人都守着空屋子，就想着帶他回來。那我們會種木蘭的最主要的原因，是因為一開始其實我們是做農，然後木蘭只是我們後來設定的標的物。
公馆屋下一搭梯有8%安泰，附近的唔係種紅咗，最種有嘅，連後歸山拿來種木蘭。3年前下到保利家下做植物業，還沒記得專業，味道成法，兩曬都同老闆減做配方式，爭於千元來做藍業。阿芳他會在早餐店打工哦，或者是有時候幫人做文書的工作。那我自己的話就是我有兼做翻譯，我也兼做英文老師。在2012年之前是等於是半 X 半農。去早餐店其實比較像是，反正有點說，你就讓自己會早起。好，然後那家裡，因為家裡其實大家都出去工作嘛，你就會可能會有一個小孩需要留在家裡，那我可能就是那個小孩。去買酒店，青島做到檔主，梁桂芳必定自家做工廠，專門做藍染3年人來，兩世6小去各地參加展覽。去年12月咧，還先到嘅苗栗縣政府認證嘅十大文創商品其中一類。不過林浩貴認為，佢其實是想要侵佔老主公嘅智慧。因為這幾年來，大家都說我們是在做文創我們自己認為說，我們是很老實的農人，我們只是老實做農，老實染色，我們只是將老祖宗以前遵循古法，將老祖宗怎麼樣把布料帶進顏色的做法再重新做一次而已。老主公時代並無化學染劑，係用各種植物嚟染色，像也係胭脂樹，係桃紅色嘅食用色素，也係墨水樹，係貂翠色嘅天然染劑。像這條是油桐花，像每年颱風，那油桐花枝被打下來的時候，我們就會去把它收來染色，所以這也是很美麗。對，這也是廢材。林浩貴暗算，台灣當年牽涉有2000萬公噸嘅農業廢棄物，係講做得同農民挺結結，對土地咩當好嘅事情，一下見面拿一刀去公館帶來作皮。所以我們把這些修下來的枝條，還有路樹修枝，我們把它拿出來當做我們的天然染色的材料。我們想要告訴大家，台灣的土地孕育了這麼多美麗的植物，那美麗的顏彩。是有人來請教到，問講做得大量生產麼，還建議請工作生來切一的東西來煮，韓國染色，不過佢都冇接受，因為天然色要甄別出來，下下愛時間，要有耐心，唔能急咪急唔得。單純色一塊素布的染色，更是要很小心，你才不會有染斑。所以這個部分，我們用我們10多年的功夫去換一條金，像每次染色，我們都覺得說我們是為好朋友在染色。慢工出有貨，學嘅10個人年，將做得出一條東西，我按有耐心按堅持，最想到頭下馬本來就想用色彩嘅方式來維護生態，而行卡多年來認識，原來台灣嘅土地本單就種得出按醬按讚的植物。